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啊，你有注意到无？城市的角落有袂少老旧趴远的景象，正慢慢的改变。最近这几年来，老厝新生将做城市改造的重点。像拜一路老师的冠社已经趴远20年，防范做住落了后，有17个非营利组织进驻串联共享资源，而且来发挥着影响力。还有超过60年的官员的宿舍，用了遐3年外咯，经过整修，将做台湾第一间免费开放的摄影的图书室。这再造的老厝，毋但延续本身的故事甲价值，传送着记忆甲温度，嘛伫个城市创造多元的风貌。采用车快速的车布，加一寡无爱滴的布料，经过车柜升级了后，搁再做成其他的物品。厂房实验室将纺织废弃材料创造再生价值，解决布料浪费，达到循环经济。所讲的团结力量大。2019年5月，因进驻台北 NPO 组乐。隔壁就是新知嘛，那新知其实他们之前也都在做车缝的事情，那我们就会有一些可能可以有一些之后有些合作的互动，包括比如说可能我们有需要一些车缝的可能妇女们可以请他们来协助，那如果说我们需要有一些课程，那他们也可以替我们到很多地方去当我们的种子老师，就是可以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的跟其他的伙伴们做串联，用这个架构然后去改筹划里面的内容就好了。开会讨论网站内容，关心尼泊尔偏乡教育的完善方法，办公室嘛伫遮，对原本的共享空间搬到独立的办公室，总算有一个属于家己的厝。我们从2015年开始创业，那其实，在搬进来之前，我们都是在共同工作空间，然后那大概就像一张桌子会挤2个团队。对，那后来我们团队人数慢慢变多了，所以也会希望自己有一个更独立的空间，氛围差很多。原因是因为就是进到这边就有点像是，既然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所以感受到进来这边有更多的使命要完成。Hello， 你们好。台北 NPO 组乐组织总共17个非营利组织、合作社甲社会企业。其实这栋4层楼现代化的大楼是由趴远将近20栋的北一路教师宿舍改建。走进来之后，这边就是就是大概是现在这样，然后地上有木地板，然后灯也是都蛮柔和的，然后还有外面的共用空间也都整理得很好，所以一开始真的很难想象之前是一个教师宿舍，然后已经废弃了这样子，现在变成这样真的是蛮厉害的。它就是还原的现场一模一样，很恐怖哦。然后就到处漏水，然后墙壁都是壁癌，斑驳的壁癌，然后房间都黑黑暗暗的，很脏，然后又臭臭的。然后我去顶楼，顶楼也是乱七八糟，然后都长青苔，然后水塔都乱七八糟的。伫台北市中庆南路3段，厝龄超过50栋，有所有老厝拢有缺点。包括这外墙拢落漆啦，顶仔卡灯光暗暗，结构安全、漏水问题等等。但是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甲民间团体社会影响力制造所合作，经过2年外，总算互老厝焕然一新。它原本的外观其实非常老旧的，然后也是非常黑暗。因为这里开始有人了，会有更多人进进出出，然后加上我们往后会有很多跟在地社区的活动，所以其实我们也慢慢的希望就是透过这个点，然后慢慢可以跟整个社区、整个里，然后有更多的连接。每个老厝外怀的故事，
也有这个所在。对，房子啊，总共几部车？你算看看，总共几部车？1、2、3、4、5、6。还总共6部，还有多吗？没有。我们再阿公陪孙仔咧画图，无想要画啊，要安怎咧？那呢就来算。摇啊摇，摇啊摇。我不要你。外婆桥。咱入去吊伫牛条的布棚，洗下洗，这底下两个是算啊真欢喜。头公啊，走去户外门口订算水。伫67平的空间，小朋友伫一算无停。原来这个所在是将近100年的积石木造楼厝，前身是台湾大学教职员的宿舍。楼厝重新规划设计做私人主体，就是整个可以看到庭园，包括整个外面的这样一个天空。那在高楼大厦里面的话，可能大概只能够透过窗户看过去上面的这样一个感觉。楼厝见证时代交替，嘛随着时光行一拍远，规世界满土骹的杂草落落去种下，周期的木造结构。破旧的楼厝，即卖已经改造一家伙啊，生活天地，到处拢会当看到新旧冲突的美感。进来就看到这个，就是想到我们小时候以前台南的这个记忆。我老家在台南。便所亦伫保留马赛克的态度，徛伫厝顶感受愈深刻。不同的年代和屋瓦呢，就碰不同的事情。从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看到整个台北市的一个环貌，所以就有旧的不同年代的旧的屋顶的形式，然后跟新的这个台北的面貌。就算住伫城市，依然是希望看会到哪天接近土地，过去甲房舍完全包围的水泥墙，变成会当调整的家杂房。安尼拍开徛家围墙做法，挑战台湾人原本的境地。还有整个马路是直接打开的，所以它会有冷气。晚上的话，我们有设计一些灯光，所以让这个地方有明亮起来，所以它就对这个街道，它就不会是一个老沉沉，然后以前养蚊子的一个破掉的房子。感受生活甲过去的温度，当楼厝新生精神，伫城市各种的角落愈来愈多，都会当营造出人甲空间环境共生的美好可能。其实就这个跟城市的记忆是有关系的。一个城市进步，不是它盖高楼，不是它盖了非常新的崭新的建筑，或是崭新的建设。老屋新生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行动，变成一个运动。其实这整个一个台北市就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真的是很宜人、很舒服，而且让人家感动的一个城市。过去我们认为老屋就老了，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一个老屋它反而更凸显了它的一个价值的存在。结合设计加创新，楼厝搁再展现新样貌，分别得到2019台北楼厝新星大奖。同款得到肯定的，也有非盈利摄影都书社。填它其实就是砖块的墙，但我们就用很简单的水泥把它泥做石做，把它保留起来。内面为保留水泥墙，伫63岁老病厝，看袂到光阴的分者，创办人赵良斌回忆，整件过程的稳重成本，互人想袂到。有上面居民的一些关切，所以工程必须停下来，然后就说：“嘿，这是什么？这那是什么？”因为这边的居民可能很多都是老师、退休老师，这边很多国营企业退休的员工，他们对生活的品质比较注重。老爸厝的前身是官员宿舍，用伫3栋拢被断水佮断电，若是室内阿抓真乱，天棚嘛拢堆乱，漏水严重。一直到团队接手，经过半冬的整修，才成功打造有建材空间，提供自由免费摄影导书，推广影像文化。铁门是拉下来，然后经过，然后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就是跟它的关系是比较隔绝的，然后冰冷的。到了一个是完全打开门，然后里面是有很多的艺术文化的相关的书，然后常常有一些大小的活动。那我相信他们可以感受到那个艺文的能量、艺文的活力是在这个社区是有发生的。
经历时光洗礼、传承记忆的老厝，然后这款的美好随着岁月的消失，改造后华丽重生，注入新的灵魂、生命力，让空间不只是怀旧，受创作的活力，甚至带动地方翻转城市，加速都市的无限生机。